破刀学台语第6集各位朋友大家好，咱今日要过来介绍的是甲咱的身躯相关的一寡台语字咱下面要介绍的这字叫做卡，它是卡住的意思比如讲我的脑后卡着一支鱼刺就是我的喉咙卡着一根鱼刺另外它还有不通顺的、不顺畅的、不和睦的的意思。咱比如讲这个笔写起来卡，就是这支笔写起来不顺畅的意思好，咱下面要来介绍这字叫做杂，它是呛到、岔到的意思是被液体或气体呛到或者是咳嗽。咱比如讲啉水去砸到就是喝水太快被呛到了然后它也可以这样讲，就是丢嘎杂就是呛到的意思。吞食或吞水的时候不慎进入气管然后所引起的咳嗽咱比如讲你吃物件的时阵莫讲话无你会丢嘎杂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不要讲话，不然你会到时候会呛到咱下面要来介绍的这字叫做读做急，嘛会使读做习它写法是左边是一个口，右边是一个老师的师的那个右边那个旁好，它是小口的吸饮品的意思咱譬如讲吸一嘴就好，莫啉伤济就是唾一口就好，不要喝太多咱下面要介绍这字读做餐，它是呻吟的意思。咱比如讲大声餐，大声呻吟或者是叫喊、叫苦的意思咱比如讲靠餐，就是哭叫、诉苦、发牢骚叫做靠餐咱比如讲你真惨呢就是你真会发牢骚另外它还有一个意思是吃的声响。咱比如讲茶鼓在餐你紧去把火关起来，就是茶壶已经在响了在叫了，你赶快去把炉火关起来咱下面要来介绍这字叫做七就是它的写法是左边一个底然后右边是一个叶好，它的意思是头向下低垂。咱比如讲头起落去就是头低垂下去形容。另外它还有形容头低垂下来的样子，咱譬如讲头起就是头低低的好，感谢大家收听